蒙耶和華賜福的，必承受地土；被他咒詛的，必被剪除。義人的腳步被耶和華立定，他的道路耶和華也喜愛。他雖失腳，也不致全身仆倒，因為耶和華用手攙扶他。我從前年幼，現在年老，卻未見過義人被棄，也未見過他的後裔討飯。他終日恩待人，借給人，他的後裔也蒙福。你當離惡行善，就可永遠安居。